三一主上帝，愿我的头思想你的话语，我的嘴报扬你的真理，我的心遵行你的旨意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真欢喜，会当甲兄弟姊妹同齐来敬拜上帝。毋拄搁较重要的就是爱代表台湾圣经公会来到伫咱的教会，甲咱说多谢。因为咱的教会一直咧支持台湾圣经公会。有的人会感觉讲，这个张淑慧牧师足面熟的啊，吼，以前就捌来过咱遮，吼，无毋对啦，吼，我以前是承德大专的工作者，受到咱的教会真大的照顾，吼，后来承德大专的另外一个工作者叫做李志胜。嘛，伫咱的教会遮，服务受到咱教会真大的支持。当然我后来有受到台湾基督教会，甲我差派去到伫英国，尾到德国的所在，拢总差不多15年外，要到16年吼。这段的时间，咱的教会有缘伫总会内底真大的支持。宣教的事工啦吼，特别咱知影讲台湾有真侪的青年去到伫国外留学，留学以前拢是伫美国对吧？后来拢要去英国，为虾米？足短，虾米物件足短？飞行共款长啊吼，要摕一个硕士学位，较短无毋对啦吼。伫美国可能爱2年、3年，吼台湾当然较长，毋拄伫英国18个月啦，18个月就1年半，哇！所以真侪人爱去到伫英国，当然后来我去到伫德国的所在，伫遐有真侪无共款的学习，知影原来咱的信义宗嘛是新教吼，伫德国的教会内底。每一间的礼拜堂，耶稣拢伫十字架顶。虽然是新教的教会，嘛是安尼，因为这是伫个教会内底，因足早就起好所以虽然到伫1517年路德马丁伊改教了后，有缘是共款，毋拄有一件足重要的代志，就是。讲读圣经毋是牧师神父的权利，每一个人拢应该爱读圣经。咱有足好运的吼，咱足有福气的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拢会当读圣经。毋拄咱每一个人手底敢有圣经？有教会公用的圣经，还是家己的圣经？家己的圣经有早来无？无，因为礼拜早圣经来伤重啦。因为这本的圣经有汉字，阁有白话字，足重的。阁有迄个教会兄弟牧师甲我讲吼，恁出的圣经伤过厚啦吼，阮迄医疗囥袂落去所以，阮即摆是毋是爱甲圣经用搁较薄咧？中国的。爱德印刷厂，因即摆有迄足薄的纸，可能会当印。当然，这着爱搁好好来拍算。总是爱甲咱报告的，就是台湾圣经公会甲环球圣经公会完全无共款。为虾米无共款？因为台湾伫台湾环球是全世界是安尼嘛？敢若是毋拄。环球因做中文汉字的工作啦，所以因伫全世界的华人中间，有推广真侪汉字中文的圣经。总是台湾圣经公会是，甲联合圣经公会有关系。联合圣经公会是虾米人呢？就是全世界240个国家地区内底155个圣经公会。所以台湾圣经公会嘛是伫这中间，台湾圣经公会诚做联合圣经公会的一份子，当然
毋是干那做台湾的代志，我嘛是关心全世界的圣经的翻译，甚至圣经事工的推动。再来就是圣经公会有一个最重要的责任，就是爱互每一个人的手内底有一本，伊负担会起，伊读会捌，佮伊会当相信的圣经哦吼。有的兄弟姊妹可能会甲我问讲啊，即马吼可能毋免买会起啦，因为吼阮手机啊，也是阮的 iPad， 阮拢会当看吼，download 就会使啊。啊，佮圣经公会，台湾圣经公会，足好心足好意，download 毋免钱。安尼台湾圣经公会会当佮继续生存落去吗？会啊，为虾米？咱有上帝啊！有上帝会当感动咱每一个人无？会啊！所以吼，迄奉献袋啊会记哩哦吼，较等下爱甲恁毋是剩的钱，爱甲有的钱会当放落去来支持台湾圣经公会。圣经公会嘛，期待讲，阮伫20年左右，阮就爱做圣经的修订。不，咱知影一项代志，可能有人会问讲啊，圣经公会吼翻译迄圣经，为虾米阮耶和华叫了好势好势，甲耶稣拢共一个家族，拢信耶啊吼，啊要改做上主，为虾米要改做上主啊？原来就是伫咧希伯来语内底，遮以色列人因敢会当直接叫耶稣的名，叫上帝的名，袂当哦，因袂当直接叫上帝的名。所以，迄个袂当称呼的上帝的神，因叫做那英语甲伊翻出来是 YHWH。啊，因讲袂当称呼我，迄个叫袂出来，迄足碍叫的对无？因讲啊，安尼我知影，迄是吼万军的军队的迄元帅，万王的王。啊，伊是阮性命的主宰，是阮以色列国家的主宰，所以主人叫做阿多乃。哦，后来中世纪的时阵，遮的神学教授哦，神学家、圣经学家就讲啊，无吼，咱家斗起来好啊。YHWH 甲阿多乃的母音拢甲斗起来，啊，就变做耶和华。啊，耶和华，咱翻台语足好翻的啊。啊，英语叫做耶和华，有小可无共款。啊，毋拄音译拢足好念的。后来19世纪，因讲毋对，咱拢甲上帝名叫毋对啊啦，爱叫做耶和华，因为伊的母音应该是安尼发音。哇！啊，伫咧台湾，咱讲啊，咱要翻译中文的圣经，要甲耶和华搁翻译做耶和华，有的人感觉袂惯势。后来新教甲天主教会旧教。伫咧中文的翻译中间有同齐来讨论，因讲以前吼拢互大个人叫毋对啊，阮嘛是相信耶稣基督，啊毋拄为虾米叫阮叫天主教？吼啊，所以因讲安尼无甲天主比天主搁较悬，叫上主好啊，安尼耶和华怎叫上主？这就是咱伫咧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是安尼来的。啊，原来圣经的翻译需要不断的修订，而且伫咧找到新的资料的时阵，咱爱搁家放入去伫咧圣经内底，安尼咱读才会当知影讲啊，原来圣经有安尼的解说，有安尼的意思。啊，咱即马呢要来同齐思考，做伙当。要来思考这个主题进前呢，我要邀请每一个人，你手若有圣经，手机也嘛会使，平板嘛会使吼，都甲摕起来。啊，咱要来同齐宣告哦，吼。啊，同齐来念哦，吼。来，这是我的圣经，我爱上帝的话，我的力量伫遮，我的愿望伫遮。我的性命伫遮，奉主的名宣告，阿免。上帝的话是咱的气力，对无？
上帝的话是咱的愿望。咱今仔日抬杠节第3主日是喜乐的主日咯。咱的喜乐有伫咧上帝的话内底无？有，咱的性命嘛伫咧上帝的话内底哦。伫咱的性命中间，咱感谢上帝，因为咱会当来到伫教会。当咱来到伫教会，咱知影，毋是干那我一个人活好势就好啊，阁爱有上帝教会内底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爱活好势啊。伫咧加拉太这本册是保罗伊写互加拉太教会的兄弟姊妹，要甲因勉励。伊提醒因讲，咱的信仰毋是一个人就好啊。咱的信仰毋是一个人伫遐欢喜，伫遐忧闷。咱的信仰是爱做伙行，同齐派一个团体的生活。因为伫教会内底，每一个人拢有软症，连牧师嘛有软症呢。有当时咱会跋倒，有当时咱会受伤，咱会感觉哦，我哪有一个重担我挨袂起来。所以，咱基督徒，咱兄弟姊妹需要互相帮衬，来排这个重担。这是咧实践活出来。耶稣基督伊所互咱的律法，爱互相相听。拄好伫过去这礼拜，我去到菲律宾参加一个会议。这个会议呢，是咧讲到关系、创伤，还佫有医治。创伤、医治，原来咱每一个人有可能有小可的空喙是跋倒去刺伤的。毋拄咱嘛是需要 OK 帮啊，嘛是伫咧打 OK 帮之前爱甲伊消毒，爱互伊会当豆豆复原。啊，若较严重，有可能有发炎的状况。啊，若胃肠发炎，哦，就爱直直走便所，对无？啊，佫有咧，若是因为弄着骨头断去，有可能就需要开刀。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受伤，毋拄咱需要医治。一般伫即卖的社会，咱拢讲啊，若是要医治咱身体顶面的病痛，当然着看医生、走病院啊，吼。啊，若心灵的咧，咱有心理师、咨商师，会好吗？伊会好，感谢上帝；伊袂好，爱找谁？找上帝啊！咱拢袂记念啊！咱有一个足大的医生呢，是耶稣啊！咱有找过伊无？豆豆，咱已经袂记哩啊！咱已经袂记讲，我若受伤的时阵，我爱找耶稣。所以伫菲律宾，我参加这个会议的时阵，受到足大的激励。因伫遐讲，咱无需要专业的咨商师、心理师，咱才会当得到医好，才会当得到透放。咱需要的是，伫教会内底，若有兄弟姊妹会当互相来陪伴、来分享，用上帝的话互相来激励，然后医治是对上帝遐来的。咱会当得到医好，是完全耶稣基督互咱的。保罗伊提醒，伊讲兄弟姊妹啊，若有人陷落过失，恁遮个属灵的人就用温和的心甲伊纠正。咱的和合本翻译做挽回、挽回。现代台语佮有现代中文拢讲纠正、纠正。哇！希腊语内底，这个纠正的意思是啥物？就是你若是骨头断去，爱甲伊敲倒转来，迄叫做纠正。哇！骨头断去要甲敲倒转来，
即马讲啊，去找医生啊，打麻醉药就免疼吼啊，手术了啊就好啊吗？护院的中间会疼无？嘛是会疼。啊，毋拄希腊语伫遮讲，爱用温和的心，爱用足温柔的方式，将有四角擦、有断去的所在，甲伊倒敲转来，互伊复原，互伊恢复，这叫做救赎。伫个咱含兄弟姊妹斗阵的时阵，咱敢有用这种的方式。当有兄弟姊妹因跌倒，当因受伤，咱大力甲伊牵起来讲，翘好，你会当翘在的，还是咱温柔甲伊讲，啊，你跌倒啊，来，我甲你牵，爬起来了，爱搁倒转来到上帝面头前。保罗甲因讲，大个人有重担，啊，毋拄咱爱学习共同来承担。哇，分担迄个重担，斗担迄个重担，因为迄个重担亲像石头遐尼大粒，所以一个人敢有法度？无法度。所以爱两个人、三个人，甚至一个团体，才会当将迄个重担甲伊担起来。迄是亲像石头遐尼重的。啊，毋过保罗阁有讲哦，伊讲你每一个人嘛爱担家己的担。吼，保罗，你到底咧讲啥物啦？叫阮爱互相承担迄个重担，啊，即马阁叫我爱家己担，啊，无你是咧讲？这也是讲迄个哦，原来保罗伫遮要讲的意思，那伫希腊语有表达。伊讲担家己的担，就亲像迄做兵的人，家己有一个军装，啊有一个牌仔，迄个牌仔内底缀所有伊家己的物件。这阿兵哥伊敢会讲啊，我的同袍你帮我拍一个，我拍袂发啦，袂当，伊爱家己拍啊。即摆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，因敢会甲迄2岁会当行的孙仔、囡仔，甲因讲，即摆吼，你已经较大汉啊哦，啊，这罐是你的水哦，啊，这个是你的点心，还有你的尿布，放伫你的盘仔内底，啊，你爱家己担，有无？咱嘛是训练咱的视势，咱的囝儿、孙仔爱家己担。保罗伫遮咧讲的，就是恁若是有家己应该爱承担的责任，就爱家己担。啊，若亲像石头遐尼大粒的重担，爱互相同齐来担。保罗伊嘛阁继续讲，伊讲人若种啥物，就会收啥物。种葡萄袂收菜瓜哦，吼；种葡萄嘛袂收无花果。所以种啥物收啥物，这是上帝伊透过真侪先知，啊，阁有透过耶稣基督，互咱一个袂改变的定律。咱若是甲疼的种子压落去，咱会修成喜乐，咱会修成好的关系祝福。假使咱所压落去的，若是自私，若是怨妒，若是批评，咱有可能所修成的，就是败坏，就是孤单，就是破碎。所以咱爱顺探相信，伫咱心内底的感动，然后咱去压遐种子。有当时咱会想讲啊，上帝啊，我也种啊，我奉献啊，毋过我哪拢看袂到任何的改变。特别伫一寡迄爱长期投资的，亲像大专事工哦啊，歹势吼，我今日毋是要为着大专来报告，毋拄就亲像一寡较弱势的事工，包括圣经公会共款。我已经有圣经啊，所以其他的人需要买，应该去买就好啊。毋拄咱敢知影？当咱支持圣经的事工，我甲咱会阁分享互咱大家哦。咱若支持，咱就是做伫上至美势的身躯顶。阁有一项保罗伊有提醒，伊讲：恁爱行好，恁爱做好的代志，袂当亚身。
袂当灰心，特别恁爱做伫恁厝内底的人的身躯顶。啥人是你厝内底的人？教会内底兄弟姊妹啊，咱拢是兄弟姊妹，所以厝内底的人，咱会当做伫因的身躯顶做好的代志，把握机会来做，安尼就是完成耶稣基督互咱迄个疼的诫命。台湾圣经公会，阮所做的事工是啥物？翻译圣经，搁爱做啥物代志？爱修订圣经，搁爱鼓励大家人读圣经。翻译圣经，敢有人知影讲全世界有几种语言？2千、3千、7000几种，7000几种的语言内底，咱台湾真特别，咱台湾占几种咧？台语、华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，爱几种？4种吗？原住民语有几种？16种，因为16组讲唔对啊，因为原住民有42种。原住民有遐尼侪种，感谢上帝，过去的宣教师、过去的牧者、过去的总干事已经带领圣经公会翻译咱原住民族10组的语言的圣经吼，毋愈真侪组，无有几本的圣经。去年2024年布农族语几本的圣经出版啊，足欢喜的。有长辈讲，我等这本圣经，我等70年啊啦。翻译一本圣经，若照联合圣经公会的评估分析，新约爱8年，旧约爱12年，规本圣经爱20年。咱翻译布农族语圣经翻译70年，上帝啊，有够亏欠的。原因是啥物？咱有人无钱，搁有咧，咱受限制啦。因为咱伫白色恐怖戒严时期，咱敢若会当讲华语，咱袂当讲家己的母语，甚至原住民因嘛袂当讲因家己的语言。感谢上帝，咱民主了后，咱会当讲家己的语言，愈会晓讲台语的，在座一定拢会晓。有咧教家己的囡仔讲台语的，有人举手真好。我的台语毋是伫台湾学的，足见笑的对吧？我的台语是伫巴西学的。因为巴西的教会，因拢读白话字，我去遐唱圣歌队，因写的白话字我完全看无，所以我伫遐学因的白话字，搁甲中文写去。原来这是台语。感谢上帝，互咱有宣教师巴克勒翻译好势。1933年出版巴克勒规本旧约甲新约的圣经，大家人读甲足欢喜的。咱的教会背圣经、编圣经的比赛，拢是巴克勒迄本。后来讲，即马的囡仔吼，袂晓看白话字，是毋是会当圣经公会来写汉字啊？吼，有，所以咱有一本巴克勒汉字版的圣经。搁来咧。阮有发现讲，迄本的圣经是下门音的啊，所以伫2021年有出版这本遮尔高的圣经。原来因为伊是有汉字，阁有白话字伫内底。爱做遮个代志，是因为爱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的母语来读圣经。咱的原住民呢，伊嘛需要，所以咱的原住民阁有一个真特别的代志，就是原住民，台湾原住民是南岛语系
的源头。南岛语系是偌济国家呢？包括马达加斯加，就是非洲正边遐有一个岛，马达加斯加一直伫南半球到底智利左手边有一个复活岛。这几个包括巴布亚纽几内亚800个语言，即马剩600个语言，因遐南岛语系的源头是倒位？是咱台湾的原住民。所以，咱的原住民的语言爱甲伊保留落来无？一定爱啊！咱若是无保留，咱就亲像巴布亚纽几内亚，本来有800个语言，即马剩600个。啊，咱会当甲伊翻译，咱当然爱甲伊紧翻译哦，好势。而且以后会当真做，若有语言要搁做复苏，即马有 AI 就会当来协助，所以需要咱兄弟姊妹来支持这个事工。搁报咱知影一项，就是手语，伫全世界有300种，咱台湾就有3种。手语啊，因看咱的迄汉字就会使啊，因就会晓学啊。哦，真歹势吼！因咧学咱的汉字，就亲像咱咧学英语共款，完全毋知影，完全袂晓。咱的周报互伊看，伊讲啊，这是啥物？所以因爱用手语来比。咱有手语的牧师吴信昌牧师是咱长老教会，啊，还有其他的教派，因换了有训练传道者，总是因若干那看咱的圣经，因无法度来明白圣经的意思，所以需要翻译。当因的小组成立20年，翻译10年，甲马克福音，敢若草稿翻好势，啊，毋拄到底准也无准，伊嘛毋知影。所以伫旧年，伊有来到伫台湾圣经公会，啊，阮讲好，安尼咱来同齐来做这件代志，而且资源是联合圣经公会会当斗支持的，所以阮开始做这件代志。啊，阮为一本小小的圣经故事册内底，旧约40个故事，佮新约30个故事，开始做翻译，期待伫今年年底会当完成，啊，然后会当出版。即马翻译好势，已经拢放伫网络顶面。有一位姊妹伫10月的时阵，伊写批来甲阮讲，伊讲真感谢台湾圣经公会会当出版这圣经的故事。我的妈妈93岁，是一个聋人。伊头一届看到这个影片，知影有上帝，知影耶稣疼伊。93岁聋人妈妈听到有上帝，听到耶稣疼伊，这有互人足感动的无？有啊，阮足感动的。所以阮讲好，等这个圣经故事才若翻译好势，开始就要一本一本圣经来甲伊翻出来。有钱有人，美国圣经公会因翻译40年，翻译一本手语的圣经。台湾圣经公会一点仔钱，一寡人，我毋知影翻译偌久。联合圣经公会讲无钱无人爱100年。100年，我拢做久啊吼，所以期待咱的兄弟姊妹，卖当为着遮个人来支持、来关心，因的资源足少的。咱有偌济人咧用手语咧？伫台湾有14万人，咱的台湾有14万人咧用手语，所以咱需要传福音互因，咱需要互因知影上帝听因，咱需要互因看到。原来，因若有受伤，因心灵受伤，会当用上帝的话来得到医治，得到帮助。兄弟姊妹，做伙打，咱爱把握机会。当咱会当做这个好事的时阵，咱就把握机会，奉献袋仔甲摕出来，后壁的名甲写起来。你若是无早钱来，不要紧，交出来会当。继续来支持台湾圣经公会来做这个代志，来关心每一个人
拢爱会当读到圣经，用伊家己的母语，用伊家己心灵的语言，甲上帝对话，互上帝甲伊感动。这就是伫咱厝内底最好的代志，因为知影讲上帝伊听咱每一个人，伊无要放杀咱每一个人。虽然咱有欠缺，咱有无够业，毋过咱会当同齐来担迄个重担。即马要互咱每一个人来看一个影片，是介绍最近圣经公会的事工。公会行过69年，愿满心感谢上帝过去以来的带领，伫遮要向大家圣主的奇妙作为。主后1956年成立以来，台湾圣经公会无停推动多元的圣经事工，互上帝的话语行入无同款的族群。中文圣经发行，互华语使用者会当真方便读上帝的话语。为着帮助信徒更较深入查考经文的内容，台湾圣经公会也出版系列的圣经研读本，互人认捌经文背后的历史甲神学的意义。阮真注重台湾多元的语言，陆续出版台语圣经、客语圣经，推动原住民圣经的翻译甲出版，完成台雅、律凯、不论、台湾等等10族语的圣经发行，互族群语言得到保存甲传承。除了出版圣经，阮也积极举办各种活动甲推广的事工。透过牛仔圣经青春大会，阮将福音用有创意的方式带予年轻的族群。阮也举办圣经讲座甲族群母语圣经翻译讲座，邀请学者、牧者甲翻译同工，深入分享圣经真理，甲宣扬圣经翻译的重要性。阮也推出圣经世界教学的旅游，结合教育甲实地查考，引带信徒认捌圣经中的历史甲地理背景。主后2000年，台湾圣经公会伫台湾各地教会推动教会手抄圣经活动，互信徒亲手抄写经文，也照着安尼将上帝的话深入人的心中。阮的使命毋但伫台湾，也行往海外。透过圣经到肯亚计划，阮将奉献转予当地机构，互因有经费印刷圣经，互肯亚人属灵的需要得到满足。透过弱势家庭送爱计划，阮也将儿童圣经送到各所在，成做儿童心灵甲生活的祝福。阮明年要踏入第70年。这毋但是数字的加添，更加是对上帝信实应允的见证，也是阮事工更新扩展的重要时刻。新事工的焦点放伫各族群文化关怀甲关系的建立。大先，阮开办族群圣经翻译讲座，嘛开始教会巡礼，深入原住民教会。了解因信仰历程甲复兴的故事，面对网络资讯世代挑战甲需要，台湾圣经公会计划中文青年圣经的问卷调查，望透过甲青年意见交流，出版更较贴近青年人语言甲心灵的圣经版本。阮也计划出版家庭圣经。用亲子互动的方式，互圣经的智慧甲价值伫生活中自然流动，互家庭共同起造建立因的灵命。针对耳未听、嘴未讲的聋人，阮积极制作手语圣经，
互上帝的福音真正无受到任何阻碍。伫2026年，为着纪念台湾圣经公会创立70周年，我要伫台湾北、中、南、东举办4场的感恩礼拜，邀请各地教会甲信徒做伙见证主恩典，分享感动。我也邀请各教会加做台湾圣经公会的东盘教会，共同回应大使命，互万民得到上帝的话语。台湾圣经公会每年需要2000万的经费来投入4个重点事工：翻译、出版、推广甲培训。邀请恁透过奉献、代祷、以上的传达，互上帝国的事工更加广传，也互最台湾人归向基督。台湾圣经公会在地努力70年，受到最教会、机构、家庭甲个人的支持、代祷、奉献，互阮会当继续坚持使命向前行。70年来，每一脚步拢留落恩典的记号。全体同工甲翻译团队献上阮满心的感谢。亲爱的姊妹兄弟，上帝的话语是咱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未来的旅程悠然充满挑战甲期待。台湾圣经公会诚心邀请恁，继续用祈祷、奉献来支持阮的事工。咱做伙同心，见证上帝的话语来改变世界。愿荣光归伫上帝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感谢教会，感谢兄弟姊妹对圣经公会的支持。暗拄因为即马买圣经的人真正愈来愈少，所以阮需要咱真做伙伴来支持。无论是教会，真做阮的伙伴。会当伫遮举办讲座，嘛欢迎咱的兄弟姊妹会当来到深坑啊遐个圣经公会参观。古早珍藏版的圣经，无共款语言，伫个无共款的国家的圣经，阮拢有收藏吼。啊，佮有一寡圣经的故事，伫个迄内底。啊，当然去到遐了后，啊，佮有深坑的臭豆腐啦吼。啊。嘛邀请咱若是会当真做阮的会员来支持阮，就是固定甲阮奉献，吼这会当真做圣经公会继续努力，会当继续做圣经翻译，一个真大的帮赞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亲像一块拼图迄块，上帝的国度足宽足大的，咱迄块若无甲投入去。上帝国度敢会完整，就无法度完整。所以邀请咱的兄弟姊妹，会当将咱家己迄块拼图嘛放伫上帝的国度内底，因为咱要同齐去互万人真做上帝囝儿，真做耶稣基督的学生，佮要替因行洗礼互因会当进入上帝的国度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。互阮会当直接向你来祈祷，互阮知影，阮伫个抬杠祭祀的时阵，阮会当用欢喜快乐的心，伫遮领受上帝你要提醒阮的，因为阮每一个人需要学习负责任，担家己的担。毋拄阮嘛要同齐来分担。迄个拿石头共款遐尼大的重担，互阮嘛是用温柔的心，互遐个有四散出去的人，会当搁一摆倒转来到伫你的面前。上帝多谢你，因为阮愿意把机会来做好，互你的国度得到荣光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门。